声较大汉的，调皮摆饭，等于心情好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捌伫媒体头前学了外省仔纳豆心肝真好，团村纳豆就发生脑出血，送国泰病院开刀抢救。侯友宜嘛打电话关心，毋望伊的身体赶紧好起来。我在这段时间都有跟纳豆的妈妈通电话，我们很期待，借大家的集气，让纳豆一切都能够平安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非常感恩。做亲人的拢真烦恼，原本经纪人讲纳豆无代志，不过纳豆的面册中昼发出上新的声明，佫证实纳豆中风。经纪公司讲，张纳豆因为头壳痛，女朋友陪去病院，诊断发现脑压伤悬，而且有出血镜头。后来安排引流手术顺利，目前当咧休养，无性命的危险。不过网友看到22号进前，纳豆伫时尚杂志的面册留话，粉专是问讲另外一半做啥物代志会互你的心跳甲真紧。纳豆闹中风，嘛互大家烦恼，伊讲算笑的话真正发生。拄过40岁，纳豆出道以来身体真丰满，嘛真介食美食。肉下定决心讲要减肥，嘛无传过病史。和伊有好交情的陶晶莹知影消息了后，嘛伫面册发文章替伊加油，希望纳豆会使保持身体健康。